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小干。小干，咱今仔日要介绍什么小干给大家？咱今仔日要介绍的小干是顶丝管下丝、猪头管本机。因为腔口差，嘛有人讲猪头管本机。顶丝管下丝，这句听起来敢若真合理哦。无毋对，伫咧一个企业，还是组织内底，运作的方式拢是一级管一级，啥物人爱做啥物代志，拢已经安排甲好好。做顶丝的，伫管理下丝的方式有足侪款，有的是正当的，有的会虚情假意，上害的是会利用因的权力来欺负下丝。所以这句话有大的甲细压落底的意思咯，就亲像人伫讲的“大鱼食小鱼，小鱼食虾仔”，迄款大的食细的自然现象。是啊，毋过即款顶丝欺负下丝的状况，即马较罕见啊。啊，若后壁迄句“猪头管本机”就较趣味哦。哦，安怎讲？你会使想看觅，古早时做事人拢是用猪头甲头飞入去本机，猪头甲本机应该是互相帮助的关系。啊，毋过猪头有互人一款提供物件互本机的感觉。安尼听起来袂输猪头是顶丝呢，就是讲本正是平等的关系，毋过伊也是想要顶一个做顶丝的方式。所以即句俗谚，顶丝管下丝，猪头管本机，会当用来解说咱做人处事的态度。可比讲，咱利用家己的身份甲权势，甲较弱势的人压落底，干那会使照家己的要求来做代志，安尼就伤过硬斗啊！而且嘛有可能因为无愿意听别人的意见，会互对方受到真侪委屈。无毋对，若是人甲人之间会当加听别人的想法甲意见，安尼大家合作就会较欢喜。大家若欢喜，即款好的心情嘛会使互工课品质搁较好哦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